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宏牧师。今天我们10月8号在家会族要分享的是以上帝的话来回应。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0章1到6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世的，而是上帝大能的武器，能够摧毁坚固的堡垒。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在叙述保罗他用尽最后的方法来答复那些假使徒的控诉，同时也要除去哥林多人心中因为这些控诉而造成的疑虑。弟兄姐妹，你曾经被人诬陷或是用话语来毁谤攻击过吗？面对这些的攻击，你是如何回应呢？我想大概一般人他们就会面对这些言语攻击的时候，你攻击我就攻击回去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回击。那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似乎有人以为保罗你只敢在书信当中说那么严厉，那见面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敢严厉来说这样的话了。或以为保罗对他们的用心不是诚实一致，所以见面时这温柔说话，但是离开的时候就大胆的批评了。那事实上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哥林多教会才发生许多的不好的事，所以保罗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其实他用不着说他讲的勇敢或者是放胆来责备他们，并不是保罗不敢责备好像两面人这样，而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事情啊。但是现在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既然哥林多人已经有若干的措施，保罗就勇敢的劝诫他们。但是保罗也不是用很暴躁不能自制的对他们说，而是他用基督的温柔和平的方式向他们来劝说。这样让我想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5到26节所说的，他说要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使他们认识真理，这样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被迫顺服了他，他们也会醒悟，从他的罗网中挣脱出来。所以保罗知道他要对付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要对付天空属灵气的黑暗权势。所以呢，我们的征战，他说不可凭靠着血气之勇，一定要仰赖上帝面前的能力。我们若要攻破撒旦坚固的堡垒，便不能凭借着人的思想智慧的产物，而需要上帝能力的武器。那这在说什么呢？其实就是借着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比如说以弗所书6章那边10节以后提到全副的军装的祷告那圣经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大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我们就用血气来对付，你讲我一句，骂我一句，我就回你一句、2句、3句，就很容易受到激动，就不会有属灵的能力，而借着属灵的能力来获胜。魔鬼的诡计就是在使人离弃基督，背逆基督。
我们为主征战，就是要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来，让他们能够顺服基督。然而我们这些基督的战士，自己是否已经先归向他，并且顺从基督呢？所以保罗他深深知道基督哥林多的信徒若未被对付过，若未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保罗他就没有办法来对付那一些悖逆上帝的人。他看见了哥林多信徒的改变，就是要运用圣经的真理，向人讲解上帝的心意。因为真理要使人得自由所以可以使他们明白上帝的真理之后，能够醒悟过来。所以保罗也借着祷告，让圣灵来感动这些哥林多信徒的心。圣灵运行在人的心中，把那一些悖逆上帝这些的心思意念，可以把他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默想，面对属灵的征战，保罗他提醒我们要用上帝大能的武器，才能够摧毁魔鬼坚固的堡垒。那我要问你，你是否知道如何使用上帝大能的武器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你已应许赐下属灵的权柄给信靠你的人。当我们面对与黑暗权势的征战时，你给我们这个恩赐，就是要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奉你的名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祈求圣灵感动我们明白真理，知道运用上帝的话语及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对付并且胜过生活中一切黑暗权势的挑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时时刻刻都蒙福。我们下次再见。